大家好，学习语言必须先从最基本的听和读开始，让我们一起来练习吧。汉语口语中最主要的变调就是我们前几期节目中一起学习过的关于一字、不字和三声的变调，也就是一字和不字在一二三声音节前读四声，在四声音节前读二声，在词语中间读轻声。三声变调是指两个三声音节相连时，第一个字读成二声音节。接下来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三种变调吧。一字和不字的变调规则基本上是一样的，在一二三声音节前读四声一和不，一只，不听，一群，不能，一朵，不好。在四声音节前读二声一和不，一个，不是。在词语中间读轻声一和不，看一看，行不行？三声变调是指两个三声音节相连时，第一个字读成二声音节。你好，美好，理想，勇敢。现在我们通过听一则成语故事练习这三种变调吧。狐假虎威，成语故事。从前森林里有一只老虎，有一次它抓住了一只小狐狸，准备大吃一顿。狡猾的狐狸眼珠子咕噜噜一转，不紧不慢地说：我是老天爷派来的百兽之王，你要是敢吃我，就等于违背了老天爷的命令，要受到上天的惩罚。老虎被蒙住了，松开了爪子。狐狸摇了摇尾巴，说：怎么，你不相信吗？那就跟我到森林里走一趟吧，看看那些野兽见了我怕不怕。于是小狐狸大模大样地走在前面，大老虎紧紧地跟在后面。一路所过之处，梅花鹿、灰狼、野猪、棕熊、兔子等所有能见到的野兽，全都吓得呼啦啦地跑远了。小狐狸得意洋洋地回头问老虎：怎么样？现在相信我是上天派来的百兽之王了吧？你还敢吃我吗？老虎信以为真。哎，这个可怜的家伙，他根本不知道森林百兽怕的是自己，还以为真的害怕小狐狸呢。故事中的生词有老虎、狐狸、森林、野兽、从前、现在。我们一起看一下故事中变调的地方。从前森林里有一只老虎，有一次它抓住了一只小狐狸，准备大吃一顿。这里出现了好几处一字，根据变调规则，一字在一二三声音节前读四声一，一只的只读一声，所以这里一读四声，也就是一只老虎和一只狐狸。那么又根据变调规则，一字在四声音节前读二声一，所以读有一次大吃一顿时，因为次和顿都是四声，所以一读二声，也就是有一次大吃一顿。同样后面出现的咕噜噜一转、走一趟和
一路所过之处，也都是因为一字后面跟的是四声，所以一读二声。咕噜噜一转，走一趟，一路所过之处。接下来我们一起看一下故事中不字的变调。狡猾的狐狸眼珠子咕噜噜一转，不紧不慢地说，这里的两个不，一个读四声，一个读二声。根据不字的变调规则，不字在一二三声音节前读四声，所以在紧的前面读四声，也就是不紧。同样，后面出现的你不相信吗？因为相是一声，所以不读四声，不相信。又因为不字在四声音节前读二声，所以在不紧不慢的慢的前面读二声，也就是不慢。同样，看看那些野兽，见了我怕不怕？中怕是四声，所以不读二声，不怕。故事中有两处三声变调，所以两个三声音节的字相连时，第一个字要读成二声音节，也就是老虎和跑远中第一个老和跑要读成老和跑，连起来读就是老虎跑远。变调规则我们就学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开始学习新内容。祝大家都能说好流利的中文。喜欢我的频道，请点赞、关注、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